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5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7篇，出埃及记第33章18到23节，约翰福音第1章14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道成肉身。这几天我们都谈到了以马内利的应许。以马内利呢，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而实践的。然而，也因为耶稣基督死后复活的升天，让许多人就如同当初的门徒们看见耶稣的受难会害怕，会担心，上帝的以马内利应许就不存在了。也因此，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说了很长一段的应许，他就是强调上帝同在的应许。这应许是透过圣灵的降临同在所成就的。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到道成肉身的意义，其实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提到圣灵保惠师是上帝同在的应许。今天我们要从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来谈起。其实道成肉身是许多人不能明白的一件事情，不但是非基督徒不能明白、了解、接受，就连许多基督徒也不能道成肉身，他们不能明白这个道成肉身的意义。根据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18节，这么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用今天的经文从14节来了解。14节说，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充满着恩典和真理。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这荣耀正是父亲的独子所当得的。这边道成为人，在和合本就是道成肉身。约翰告诉我们，这个道是跟上帝同在的。他也告诉我们，道就是上帝本身，并且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跟上帝同在。经文说，创世以前就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他在创造世界以前就与上帝同在，上帝透过他来创造万有，一切被造的每一项都是透过道而来创造。在他的里面有生命，这个生命是人类的光，这个光是在黑暗当中照亮的，黑暗不曾赢过光。所以我们根据约翰福音给我们的讯息，道就是上帝的本身，道就是创造的力量，道就是在创世之前就与上帝同在，道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成为肉身降世，成为上帝赐给世人的救赎。道就是上帝的话语，因为它就是创世纪所记载的，上帝以他的话来创造。创世纪的记载，上帝的创造都是出于上帝说，并且上帝说这是好的。
上帝以他的灵来运行在不同的混沌不明的这个宇宙当中，在这个渊面当中，开始了他的创造。那我们先来整理一下约翰福音对道的观点。他说道就是上帝，他说道就是创造力，在起初就已经存在。道呢是圣灵，道是耶稣，道是好的。我们记得有一位年轻的官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但是耶稣告诉他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上帝。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以马内利，所以道成肉身就是以马内利应许的实践，如同马太福音的预言启示，耶稣将取名为以马内利的，是道成肉身的应许，是耶稣基督本身。耶稣基督的降生是透过圣灵的感孕，圣灵又是上帝创造时同在的上帝的灵，又是耶稣基督所要求父所要赐下的保惠师。耶稣基督的死而升天，是从肉身的同在转化成为圣灵的同在，真实的上帝的同在从未改变。这在逻辑上面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论点，是在信仰上面非常明白的一个应许的角度。约翰又这么说道，圣经说，约翰为他做见证，呼喊说，关于他，我曾经说过，他在我以后来，却比我更伟大，因为我出生以前，他已经存在。从他的丰盛里，我们领受了恩典，并且恩上加恩。上帝借着摩西颁布法律，但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独子，就是跟父亲最亲密的那一位，把他启示出来。有上帝的同在，其实是世世代代的人都在追求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摩西虽然蒙上帝的呼召，但是他却看不见上帝的荣耀。虽然如此，摩西仍然看见了上帝的荣光。那焚而不毁的荆棘作为记号，就如同我们也是何等的有福气，有上帝所差遣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呢，也就代表了道成肉身的上帝与我们同在。诗篇97篇，上主掌权，大地要欣喜，所有的岛屿吧，欢乐吧，密云幽暗的在他的周围，正义公道是他的国度的根基，有火在他的前头，焚烧他周围的仇敌。他的闪电照亮世界，大地看见了便颤抖。群山在上主的面前，在全地之主面前都要像蜡一样融化了。诸天宣扬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一切拜偶像的人都要受辱，夸耀邪神的人都要蒙羞。
万神都要俯伏在上主面前。上主啊，因为你有公正的审判，西安的人欣喜，犹大的城邑欢乐。上主啊，你统治普天下，你凌驾万神之上。上主爱那些憎恨邪恶的人，上主保护他忠贞子民的生命，拯救他们脱离邪恶人的手。光照耀一人，充满喜乐、心地正直的人。一人啊，要因上主的作为欢喜。你们要颂赞他的圣名。感谢主，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使我们在生命中有主的同在。在耶稣基督升天后，有圣灵上帝的同在。感谢主，在这疫情恐慌的情况之下，赐下了你的应许和同在，让我们有属天的平安。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